如果你淨係識得用 ChatGPT、Gemini，咁你已經 out 咗啦。我而家每日用緊嘅係一個叫 Grok 嘅 AI，呢間公司嘅人就係以前做 ChatGPT 嘅嗰班人。第一，佢食到成本書嘅量，你哋有份10幾頁嘅 contract 或者年報俾佢，佢幾秒就整理好俾你。ChatGPT 係食唔到咁多。第二，佢寫嘢真係好似真人寫咁樣，你用廣東話同佢傾，佢聽得明。你叫佢寫 email、寫報告、寫 IG caption 出嚟嘅嘢唔會成篇機械味。第三，寫曲，Grok 而家被公認係 AI 最強嘅編程助手 ，Google 同 Microsoft 嘅員工都用緊。你唔識曲都可以叫佢幫你整個網頁出嚟。第四，佢有個功能，你形容下你想要啲咩，佢即場幫你砌個互動圖表、網頁，甚至小遊戲出嚟，直接 share 俾人用。重點係免費就用到㗎啦，日常用就一定夠用。想再勁啲，套版每個月大概150幾蚊港紙，解鎖晒最新型號，一日唔使6蚊。去 Grok AI 註冊就用到，用 email 或者 Google 都得。我唔係賣廣告，係真心覺得用完翻唔到轉頭。因為 Grok AI 嘅懶人包由註冊去到初步 set up 都有教練，下低留言 Grok AI，我 send 懶人包俾你。